观众朋友，今日歌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的阿明谷刘浩明。喺每个民族地方，如果有一啲音乐嚟代表一个民族嘅一个特色，客家八音都係我哋最代表我哋客家嘅一啲音樂。喺早期嘅時節，客家八音常常都會聽到，譬如講唔愛討家啦、做好事啦、冇得出山啦、冇得我哋就神明生意嘅時節，我哋常常會聽到嗰種真人去演奏我用嘅客家八音。但是聽到時代嘅進步，有幾多時節你要錄音帶來推啲嘢條部分嚟，嗰時我哋咧傳統嘅文化路慢慢嚟會沒落去嘅。但是我哋咧民農國仲希望講用自家力量把也嘅貴重要嘅一啲傳統文化可以傳下去，嗰時佢哋民農國仲又可以啲社團專門嚟傳我哋咧客家八音。佢邊我哋咧邀請到我哋幾百個重要嘅先生，我哋服務者服務先生嚟現場，同我哋收嘅做乜嘅民農國仲去攀也八音吧，還有乜嘅客家八音，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咧服務者嚟現場。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民農的小服務。服務者，其實可能幾年前，怎麼當初會想愛去接觸到我哋客家八音？我聽到一個客家八音的音樂啊，對我感覺好像會回想到以前我哋結婚的時節、娶她的時節，嗰種幾久冇聽到啊！幾久冇聽到，係啊，有一個因緣際會啦，民農嘅岐山社區大學都有開辦一個嗱安尼八音班，我係都要報名啊，都讀到我哋咧讀嘅先生，都提學，都是喺沙台嘅，哦，啊之前學一個八音之前，我都來啊高雄學安尼南湖班，都所以有18基礎嘅。學起八音來，因為而家學法相同啊，都夠夾啦。讓我哋啲沙灘嘅時節啦，學起來比較捱都夠夾耐。我哋運動我是帶領一個研究班，我都嫌啲班方嘅人衝下來學，結果研究來學，冇一個學生，將捱學生，就。後來我哋讀嘅先生就會推薦我講啊，去來這邊表演啊，去來這邊上課某個時間，佢就會推薦我。你等於講，其實這個本來都有一點南湖嘅基礎啦，吼。但是至少你感覺到講，我哋咧客家八音，我本相當於幾年前嘅時間。你這個嘛記得講，我哋以前喺個做一些時期嘅時間，啲客家聽我哋客家仲係咪常常會聽到我哋客家八音嘅一種情形？就你結婚嘅時間啦，敬愛做嘅時間啦，安個金白公啊，安尼米拜我哋會過年嘅時間，因為晚福，安個開始過年，開始有新年福，安尼都幾多是白公山啦。唔單止係一年到面啊，啲神明嘅上演啦，冇得重要時節啦，還有我哋即個人生嘅大細事，哦，就同講嘅我哋咧結婚啊，還有我哋出山喪家嘅時節，客家八音聽我哋客家嘅文化神法地位，其實都扮演一個幾重要嘅一個角色，都像同我哋鳳妹仔講，譬如我萬西方嘅常常都談到都出山啦。出山有時間，我哋以前玩早期嘅時候，他嘅如果要出去嘅時間，如果佢他嘅如果我講堂風嘅心情都改唔好，送教都改唔好，送教都改唔好。但是有時間，你看最常講萬福精神，幾時間冇會有客家八音，佢他嘅狀況嚟，你感覺到講，佢就掉腦眼嘅嗰種感覺到。但是講嚟講去，客家八音只是能八的嚇。客家八音嘅樂器啊，有11種，有11種，有11種。做乜伊講八音，嗰度人誤會講8種，八音係咪8種？伊係8種材料做嘅啦。8種材料，但是有11種。11種。那11種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一個就讀嘅就最重要。讀嘅係。嗰個澎湖大音咩？澎湖。嗰一個都音響。音響。嗰個音咩？嗰個音咩？啊個一個咯就叮叮嘅。叮叮嘅，嗰4個啦，叮叮嘅。嗰個
壳壳的，壳壳嘅，有公的毛的，有公嘅毛嘅，胎係公嘅，胎的毛的，胎係毛係公嘅，係。嗰種其實殼嘅，生意冇咁樣嘅嗬。冇咁樣，有啲個漸生，有啲個漸生，個成生，伊個斜斜嘅，嗰樣咯，又係螺嘅係咪？又要話咯，陳咩？陳咩？哦，陳咩螺嘅，然後再加上菇嘅，哦，還有弄一啲，嗰個斜斜嘅，哦，個蛇嘅，哦蛇嘅，嗰種呢有8種嘅材料做出嚟11種嘅樂器。哦，嗰種8音唔係講8種嘅音樂嘅器材，係8種嘅材料。嗰種變咗安尼一啲11種嘅樂器，而家平常11啲人來做啊？唔是哦，一讀嘅最重要嘅。讀嘅最重要。讀嘅書咯，愛包括愛買幾下紅種樂器。哦，一啲人愛買幾多唔同嘅東西。因為我哋自己做些中間啊。他嘅菜哦，我有建築，要標起來，伊都打通咯，要打通咯，打通咯。按我哋想嘅做唔標，嗰所以我哋想嘅哦，唔都是學按多種樂器。哦，冇辦法想嘅標下來啦，冇辦法做唔得，因為做這個建築時間啦，我哋想嘅都會聽你講哦，按鑼鼓都鑼鼓嘅人都會按多方。樂器安尼，咁你話你雙方以來，現在一條一點人，嚇兩個人，現在兩個人，鑼鼓一點人，好，他個可以出面打鑼嘅，嗰種基本嘅話至少要4個人。4個人，我哋民農一般都4個人。民農一般都4個人一團，好。咁從我哋8音來講嘅話，有南北冇都講有，我哋講譬如講我哋民農莊有這個每一團有每一團嘅特色。嗰啲民農吼有幾下團啊？有幾下團，一般全部都家家4個人一組。伊啲嘅演奏過程中間咯，歌曲冇重樣啦。歌曲冇重樣。個人可能唔會用乜嘅歌曲，有啲沒有重複嘅啊。嗰種嘢嘅特色唔係講我哋打嘅方法冇重樣，係歌曲冇重樣。歌曲冇重樣。咁安尼意思都講，像剛剛講。每個歌曲都可以試下講，譬如講今年我係來萬福，我都見愛做，都可以用下。還是講見愛做有見愛做嘅歌，萬福有萬福嘅歌。大部分萬福同見愛做嘅都可以唱下用下。像喪家都可以有分啊。哦，伊音調冇。因為伊嗰個悲哀嘅安尼歌曲嘅，一般聖喪啦，還有唱北宮啦、見愛做啦，嗰度全部家家。可以通用，咁而家將唔即係來觀察嚟講，將民農嘅話，將而家還有，真是還有得行嘅，好，還有得有可以人家可以唱喎，就是還有得表演嘅嗰種我哋講8音團有差唔多幾多團？有差唔多都4團，都4團，其實4團算大還算少啊？全部家家老批嘅呢，啊，有一團吼，個後生嘅，伊都後生哦，純粹都聽民農嘅，伊個寫計劃嗰度，哦，啊，全部將有把一般嘅發通嘛嘅語體計劃，有幾個後生嘅。嗰時我見下都變成講8音團底部有嗱4團底部有除咗一團個後生以外，其他3團嘅人，我哋講。顏色嘛，個太細的啦。嗰時變成講，因為8音的傳承的問題，變成唔單止係民農，其實係我哋所有客家地區的個重要的問題。嗰時呢，當初呢，我想愛睇民農的各種可以的8音的社團。希望也都打幫一個王淑美先生、咁嘅先生啊，伊哋學講開辦，請人哋去。當時都係我哋呢個咁嘅先生，睇我哋嘅民農各種嘅時節，伊都開辦了伊啲8音社，8音嘅社團，佢就請人去搞。伊個真係甘心伊啊，出錢出力，從今伊退休嘅哦，有很按人心，啊，伊甚至聽人哋好講啊，吼，可以這你個8音教室呢，幫人哋咩？幫人哋用呢。
伊即个出钱出力做。可是问题是讲，你应该有一个按游戏咩欣赏啲人出钱出力哈，但是问题是，其實佢重要你講啊，但係學生要佢國中生都讀到問講萬歲吼，人哋講小學啊吼，線上講默嘅都講默嘅，唔到國中啊吼，線上講默嘅都唔係默嘅，都根本都冇得談。你國中推八年好推冇？當時啊，是我哋愛學講自攀岩嘅意思，為了愛傳承嘅。按就都要用沙團嘅方式，揾持有保命。現在開始哦，用板嘅維彈味，用一板來學，結果咯效果唔好。你係唔興趣，佢做乜咯？係要談唔識，人都冇興趣啦。啊，天然人好講哦，就用沙團嘅方式，講有興趣嘅人能自家來報名，結果搞伊眼前下嘛感覺佢生疏啦，講也嘛去講咯，談起咯安尼，意思也唔了解，講係講你那也去做以認真愛做，跟白唔可能還100公上嘅哦，你談到人隨他時間，你正常啦，你就談嘅事，也都鼓勵人啦，天天嚟搞哦，現在佢冇搞呢。天天嚟教，因陰別人談嘅哦，然後到裡面係唔會吵，如果老師唔會難咩？佢見到人可以雙數嘅時間都咁講，唔會難。要談到老本人才尤其才重要嘅學嘅時間啦。哎呦，我曉得咯，安尼就有一個成就感。認同自己學嘅東西。就是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嗰種唔單止要有心嘛，佢有耐心，可以傳承我哋客家文化。喺啲節目頭當我哋講到嘅咁嘅欣賞，我哋嘅上位欣賞，如果上場嘅喲，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嘅來賓福妹先生，伊同我哋講，伊係讓我哋閩南國中開始推我哋客家八言，但是又講過，其實閩南國中我開始有一啲客家八言嘅一啲社團地步，有啲最重要嘅推手，我哋講推手吼，都係我哋嘅福妹先生，我哋聽上，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福妹先生。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來自閩南國中王淑梅先生，大家係咪感恩先生？感恩先生好係啊，因為中國聽嘅人係感恩先生嘛。因為我錄過中國度感恩，中國度感恩，所以學生就係咪感恩先生？感恩先生講談好來過親切啦，嚇過親切咧。咁當初我想到一睇閩南國中開，係哋客家八言班咯。因為我20年前加入閩南，喺閩南國中教英文，不過我上課上一半嘅時間，奇怪嗰碟聽到一種音樂以後，聲音下片就會失敗躁動，我就唔知發生乜嘅事情。我向問問學生就講有人出門啦，係我講，也個就會出門嘅聲音。結果有一擺，我就行去閩南國中嘅對門，看到人家偷情，用嘅音樂就係也個差唔多嘅音樂，所以我就想講，苗聲嘢你攏唔對嘅呢，伊能唱國度八音就係高深嘅營養嚟用嘅，所以個時間我就心度裡就感覺也個傳承的問題，因為我欣賞的閩南愛上謝金輝，還有80條謝輝，伊能各位講到也個音樂傳承已經唔見係個問題，所以我哋就想講吼，係唔係愛數歸來，大家傳下去。不過我就想到我做得做乜嘅，個時間我拄好做80條謝輝的理事長，因為我哋是賞鳥團體，看鳥嘅啊。不過我哋想講，也個冇人去做，我哋還是來做可能是，所以我想就大家討論嘛，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大家做得來克服困難。所以個時節，大家聊聊誒，就講欣賞太落嘅啊，
啊无人爱学啊无钱啊乐器的问题啊，我想想就想到，我高中的时间，我班风是军乐队，我是小鼓队，规班的拢是。不过我练一点3万3万，不过我锣鼓啊、小鼓明白啊，一年上爱国旗歌啊，还那国歌的时候，我明白放炮啊，我个感觉个微笑啊，就同高管讲，我还是唔好好的啊，我就退下来。啊，退下来，其实我做的事情，发现个种做的天数都不一样，因为就天数鼓乐团的运作嘛。啊，我班风腔我无伫军乐队啊，所以我就听说一点中乐器啊、中三胡啊嘅调，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拍做得咯。所以我哋第80条社会开会嘅时节，就讲起唔起来做啊？大家嘛个欢喜，啊就讲吃可能是啊，我哋民农嘅种做欣赏啊，所以嘅时节就想讲，吃可能是啊，嘅时节高中系柯志燕校长啊。我哋80条社会嘅林生祥系我哋理事，因为伊个有名，所以我哋就拜托伊去民农局中，就同高中参详，就讲有一个学生嘅很学习，我哋就来传承。结果高中就咱们支持，就讲我哋有一班一特色，我哋系唔系就来安尼做，就几个班级，有的吉他班啊，有的长笛那个直笛班啊，有的就来学白音。所以第一年就用一班一特色就安尼攀咧，真是有的人唔好，无兴趣，所以我哋就想讲还是用社团来攀比啊。所以下学期的时间，我哋就改用线的。不过嗰时节高中80条社会，大家全部参详，就讲一个人嘛开办。感谢大鹏嘅作创歌，就也下我哋读嘅书嘅林作创。读嘅书伊迄我哋团长，伊就很来教不过嗰时就无钱，所以我哋就拜托伊讲，我哋来吃可能是我哋买乐器，80条社会买乐器请先生学校请学生嘅，就安尼做所以嗰时节吃饭嘅时节啦，做创歌就无2钱，大家就做风鼓啦，好好期我哋就。结菜就用社团来经营嗰时节咱们听咯，无兴趣，练的变10年的很留下来变人事班级的调的蛮医生人的人所以我哋嘛个听。你头有要讲20年前加过来的时间，你如果发现到你这是人的英文欣赏嘛其实20年前教英文应该嘛还算一种讲鬼风的一种口场算是讲英文的嘛。你嗰時節係對哪加過來南投水里南投水里，佢應該係好容易呢。錯好容易。嗰種人學法係加過來，那開始學嘅。錯。但是你就對傳承客家文化一件事情，談起來其實佢有使命感。因為我哋學英文呢，我感覺學到最大嘅我嘅優點就講，我哋個尊重每個地方嘅文化，從我哋個好去行了嘛。所以我哋就會看到每個地方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所以我哋就想要學伊嘅語言伊嘅文化，還有伊嘅衫褲嘅調。所以我哋就有安尼想我哋做英文欣賞像講嘅，頭班人睇嗰種看到會講英文欣賞個壁嗰種講客話個寫，學生嘅講個寫個老地，所以我感覺安尼唔錯。所以我哋就想講加過來嘅。我哋就嚟留美，冇去美見咩，冇錢去美見，留學美農來學一個新的語言。學習的過程其實就大幫美農愛上社經費80條社會，還有美農嗰度社團，其實伊能夠充實，所以我哋天天就學習所以我哋感覺講英文先生講的話，有啲時間真是啲個時代，有啲時間大家要夠充實一下。所以大幫也個機會啦，我哋就借力使力嘛。其實我加過來嘅時候，有啲個開機八公嘅滿年富、新年富，我先生劉浩生攏會帶我哋去嘛。社團嘛會去聽書，去看。我聽到一種音樂，足夠感動。我
我哋唔係搶出門，伊做好事做壞事啊，還有白工商，嘛嘅攏會用到，所以我感覺一定要傳下來。啊，我哋語言啊，做得對學八音地位做神法嘅語言，所以我感覺安尼兩個做得並強下，學語言嘛做得學嘅樂器，啊我嘅學法嘛聽論嘅學生嘅，安尼天天嘅就學起來。從人哋睇安尼，頭先人哋講嘅傳故事地方，談方來佢想過順勢，佢中間冇遇到過困難嘅事情。有哦，好蠻困難。不過大部分闽南社區嗰度人從事也個傳承嘅問題，啊，所以我哋想要做嘅事情，學校嘛冇個支持，嘛地講也個冇人做過，我哋一定會遇到困難。啊，大家向下想辦法。啊，第一個困難就係啊，陳先生啊，啊，大部分林生祥之前就有學過，伊嘅音樂地位就因為學過八音，所以伊感覺也個對伊嘅音樂嘅養分啊風格有各個嘅影響，所以嘅獨特性，所以伊就個很天數，啊就簽到做唱歌，係啊，有啲做唱歌，因為伊唔係欣賞，所以伊個自由嘅人，所以伊就講啊，伊經人搞按度風，所以伊會幫嘅父母欣賞啊。都有耐心，伊講伊哦無法啊，父母欣賞都有耐心，啊伊太太嘛係都有耐心嘅人，啊福田哥個生氣嘅人，嚇，雖然年紀個大，唔過個生氣，所以伊就會簽一條欣賞來聽數克服一個實質嘅問題。啊，接下來冇錢用個山咯。我哋就80條消費態啊，就講攬錢咩？大家攬錢就先做，拜託做唱歌，先奉公司可能是按樂器先買起來，係啊好上來安尼。啊，還有其實第一年次班成功以後，其實我哋就發現語言團也給做得落強下，所以大部分學會費啊個支持，我哋就同伊講，我哋想要搶先生，啊冇錢。啊，係唔係加一個機會？我哋學法唔係像啲學校教英文安尼教，應該啲生活地會學習語言。所以我講我哋學讀嘅就會同八音嘅語彙一個法流傳下來。所以讀嘅啦、記嘅咧、綁嘅咧，其實一個就做得傳下來。啊，我哋就拜託所有嘅先生唔好脫聲音嚟講法語，一定要講客。啊，所以安尼個後面個結結咧，啊，所以學會費就天天咧就幫我哋用客家承辦學校嘅錢幫我哋欣賞。啊，有啲時間又幫我哋個台北買樂器嘅錢。啊，做誒個好一些教育部嘛會幫錢幫我哋。啊，所以也個錢嘅問題克服了。唔過接下來就學生嘅呀，係啊。學生嘅人咧學習嘅時間就會遇到愛唔愛學嘅問題。唔過我哋用社團，我哋就鼓勵伊啊，就講先生吼，伊哋講嘅合法冇聽錯談嘅事。唔過我哋都好愛有英文先生，人講語言就對談唔是開始學習，係啊唔曉得就拿來用。安尼吼，合法講個別嘅，英文嘛會進步。有的人就信了啊，一開始。好，那真是係安尼，所以天天嚟鼓勵人同先生講客，啊，談唔是，我哋就喺身邊聽書，係啊，所以有啲唔曉得唔曉得幫樂器，唔過嘢合法個好誒，伊就會聽書翻譯。所以其實我哋遇到有個困難就想講，就用學生嘅去聽書，啊，我咪學合法嘛，所以我哋就做得人哋強下。我感覺新人嘅哦就。學日嘅以後，除了對客家嘅語言有進步，對客家八音耳朵其實好加個多，係。所以從有啲時間一開始，大家語言咧吹讀嘅，其實有啲人是搶上海嚟學樂器啊，因為我哋上下個有啲人冇錢去搶人去學習，所以有人就上海嚟學樂器，啊，所以對日嘅談冇嘛。啦，啊，唔過吼，因為彈久誒，伊哋就會有感情，啊，就我感覺音樂是一種習慣，所以我感覺伊彈久誒就因來因做得接受，還有因為我哋有一個八音嘅音樂佇個傳嘛，
所以全校闽南各种的新生团学生的团沙去，天天的就会弹。所以我感觉因的最大改变就对亚个音乐，最无嘛地讲唔系像做出门用的啊，陶琴嘛做得用嘿。所以我感觉一点就感觉亚个迄种感觉，因的最大的进步。可是一开始本来想爱保留亚个贵创业个传统文化，但是没想到后来，虽然呢嘛可以对客家发言地方去学到高档啊的客家文化地方，个创业个一啲精髓的地方。有些好哦，等下我哋买过多个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裏面上梅先生同人講，以慶陽我睇到各種地位或者聲音我哋客家八言嘅啲沙團，一部分行啊都想我愛唱每行我哋服務嘅，依頭我哋那個上梅先生又講講，唔知佢脾氣幾好，嗰位大聲人哋，依邊啊，中華人講啊，唔夠上各種嘅先生咯，各種嘅聲音咧係我用嚟做下，咁按樣我去。搞迄個生意，尤其係講上梅先生，伊迄先生哦，先生講我發學各種生意，我談哦，你阿婆啊，阿婆講我發生意的時候，有時冇搭上呢。你用我一啲搞一點講，慢慢地去接觸到有啲東西。我感覺未來學一個社團嘅學生呀，熱心、個聽，唔會像人哋安尼唔聽啊，安尼錯唔係。我都拿到一個曲嘅吼，安唱，係講唔好驚，係會天天嚟帶你，吼，一團一團來啊，一行一行數嘅吼，下班咯，有兩三行做下一個團落，音樂先好先幫別人彈，幫迄個，個咯有音樂有音樂機彈落嚟機，演就有辦法教，等到入到一個進階班咧吼。有18基礎的演都各有辦法接觸，搶講啊！伊看到個譜按唱都講到啦，安尼啊，係講唔是講唔怕，都天天咧，因幫咩，因學因音別哦，都裡面唱幾條幾首嘅都學會啊，老師唔會難呢，我覺得唔做一啲啦。我有耐心，等到我學一個樂器嘅呀，學生嘅個聽啦，心情啊，唔會將安尼發跳安尼演錯嘅啦，尤其係頭當我哋嘅上梅先生嘛會講到講，學過有東西以後出嚟，然後唔睇人家環境地步有什麼地步，一聽到有東西，同埋可以學個有通用。如果唔好感覺到講，只係學個東西嗰種歸歪歸斜，冇得講歸路冇得，唔好感覺到睇你嘛做一件事情，同時你嘛喺做一個歸創業嘅文化傳承嘅事情。佢將你的按你成立以後，遊戲外面，人哋講電本應該嘛好，冇遊戲比賽嘛。有之前他都搶八公送八公係咪？嘅各種嘢，演都感覺哦，人哋嘛曉得嚟唱起，一條師傅用嘅安尼。嗰個天意咯，有搶演師一傳，因為有電視咩嚇，有搶演師一傳，人都佢聽啊。個人哋好講有去幾下擺太行嘅安尼舞台哦，文化中心，大東，嗰個業務員咯。係哦，佢用佢哋機器咯。也個整期嘅機器要去咁樣欣賞。我等下就到乜嘢？咁你幾時就呢度我批行我哋睇成嘅表演嘅時間，你有做乜嘅準備嘛？也是我哋去配合嘅蘇雲老師也舞蹈啦。而多忙時間，也戲曲多忙時間，我哋學生嘅進場，像要經過做咗，所以他哋都出來，個機械呢都停落嚟出來。嗰時間咯，我看到嗰種場面咯，我真感動啊！我講我教嘅學生咧，終於可以從人頭擺經過做，安尼出來出場啊！嗰時好多父母即係講嘅各種嘅事情嚟講，後來就生意呢開始學會以後，都開始去外面去比賽，無論去
去表演。从一部分的话，这个是当初很容易去接受到啊，这种的无腔的比赛机会，无如讲无腔的表演的机会。因为我们希望也个别人唔係搶地面容集中，我們是希望新人嘅人學起來以後，做得本沙期嘅人，還係嗰度人做得認識傳下去嘛，所以一定透過表演和比賽，讓做得做到，係大家睇得到、看得到，所以我們其實第一年嘅沙期班。我們就第一個沙期成立，因為第沙期成立一樣做得傳下去，因為我們3年以後人就畢業了嘛，所以民國98年的時間，我們就又打崩80條社會，又天數我們又成立個沙期班，個時間我們就有一個창의文先生，對我們民農客家八音團的個團長。hem做總裁相，嗰時間我哋就強硬嘅來教我哋，安尼生意就做得古也都沙期，後面咪像表演，嘛做得去沙期做行李嘅部分，安尼樣正式傳承我哋民農嘅客家八音，所以開辦以後，창의文先生天天咧就伫沙期對祭典儀式真蠻低所以我哋就拜託伊，就囤在。天天嚟教大家，所以新年嘛做得去沙期，學習，嘛做得固定嘅學習，嘛固定去落去表演，所以有個機會就引來引退。那引來引退以後，我哋就發現講，有個新年咧我哋嗰度民農嘅嗰度比賽客家委員會嗰度比賽，我哋係唔係做得用？客家文化同語言把它保存下來，用戲劇，因為生意都有機會接觸個神奇我哋沙期嘛做嚟接觸，所以我哋就辦一個娛樂營，所以開頭是我哋辦一個娛樂營所以就請謝雲老師洪新蘭教書來教境外組，教起來以後，結果鍾淑英老師我哋學教育嘅欣賞，鍾淑英老師這麼厲害，就突然間寫。到嘅比賽變成一個表演嘅機會所以嗰時嘅鄭志生校長，參高中伊嘛個熱身，所以就爭取嘅去第一年是文化中心至善廳嘅表演，冇想到哇，大家個歡喜，因為嗰度總批講伊哋過久冇通過按到合法嘅機會又對後生嘅人講出來嗰時間我們真是打幫鍾淑英老師，因為我哋客家八音團嘅聲音咧，其實唔係真啱嘅，所以要上去按大的舞台，後面甚至都魏武營，其實冇按機會，可是伊就啲戲劇裡邊編出一個橋段俾我哋去，你就唔會感覺個感激啦，感覺對沙期來講，我哋感覺個重要一件事情就講，我哋民農有一個叫做民農用安中嘅個服裝白工儀式，個總批攏80人歲，伊哋冇想愛做嘅，就想愛飛下嘅，창의文先生就第二件事情就同我哋講，我哋就想講，伊哋攏不用帶嘅，外人學教育八音團做得本意不用現咯。所以我哋嘛常想講用人處理所以後面就講那就民農集中來聽書唱白工，那沙期班做得去聽書送白工冇想到一個機會本沙期嘅一個儀式就流傳下來，因為總批看到後生嘅來聽書嘛有集中生，有民農協會嘅大學生沙期儀式，所以就流傳下來，也係變做我哋高雄市嘅文化無形文化財。所以一件事情係咁行去沙期對我哋來講，樣係真實同八音傳下來，唔係像表演。其實一段故事對我來講，有兩個無強嘅意義啦。伊哋都講，比如講我哋喺學習嘅過程裡邊，伊聽我鼓勵講，我哋學嘅以後出去表演啦，出去比賽啦，最好有啲機會可以到一個大場面嘅地方去表演，冇錯。至少而家有安尼機會
但是对我来讲，如像一啲羊嘅，譬如我哋學嘅羊，最尾還是在試喺田方，本意多，本意頭西。一種東西對啲文化來講，而咩都永遠學嘅啲地方啲文化，而最尾還是愛萬本沙起，我本沙起用，無論我過去嘅人一廠成個地方。因為文化能真實可以傳，就像頭當我哋父母仔講，而咁樣佢咁同我哋講，而看到我哋幾個聲音可以見行見機，像我哋有時我哋在見我哋生殖體嘅時間，嚇，佢都見行見機啊，佢唔普通人可以做到嘅事情。但對來講嘅話，唔可能你看到一啲聲音咧，可能會傳起新生人咧一啲東西，以前做記憶都全部過落誒，可能有一啲機會可能都會傳嚟，但是更加。都會有一啲機會，我哋要可能啲聲音條嘅出來做一件事情，然後我同啲小妹前同我哋講，因為嘅音樂不因為一啲保留，嘛順便都把我哋當做一啲行禮嘅一種儀式，全部保留下來。我想講，一當作對人來講，有相當講，以後來影響人睇。尤其是我哋個希望安尼，唔係講，喺一個10多年期間做得到啦。係嘛，大部分沙期因為有鼓勵學生嘅嘛，大家嘛應有興趣，所以就會邀請人哋去表演啊、比賽啊，所以人哋有啲時領到獎金啊，就個獎咩，係啊，所以也個就係希望人哋對發通比賽地位天天練功啊，係我哋感覺美濃嘅重要嘅八音團嘛，本沙期就因來因彈喺度客家八音。所以我感受到嗰度人就提講，也個唔係按快彈嘅音樂，係你講冇關係嘅音樂，其實伊喺每個地方有伊個意義存在。嗰度人哋補充我哋客家文化嘅世界，冇得講就補充人哋傳統文化嘅世界。如果希望講一種東西，除咗像羊嘅應該學起以後，馬喺外面同我哋沙期，同我哋田野地方。可以本意多，本意頭意西，安尼我哋客家文化，我哋傳統文化，那麼真實回去我哋日常嘅生活地方，就從伊哋當初一開始出現嘅地方，今日佢咁差，我哋咧熟愛先頭講咧服愛者，伊哋喺地方慢慢嚟培養我哋咧客家八音嘅種子，比如喺美濃嘅地方，係最尾佢可能喺我哋南部六隊嘅地方，可以慢慢地談得到我哋咧客家八音。今日我哋感謝兩位來到現場同人講下到美濃嗰種客家八音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感謝大家。有時下我大家聽下咧，先生來認同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永慶先生要教大家係親子瑜伽，聽愛做書片嘅小朋友阿芬，好，今日要來當小幫手哦，同我一下來示範哦。你小朋友準備好了嗎？大家來同爸爸、同媽媽、阿公、阿婆來同下做運動嘅哦，搶空起來。來同先生同下做運動哦，更加來做一個暖身，腳打開來，好兩隻手並豎，好來做一個扭轉，按個手並豎哦，冇用力，不要用力，盡量放鬆。身體來熱起來哈，好慢慢地過來，手邊嘅我搖誒來做一個老陽拳呢。等下呢，俺哋嘅運動呢，俺哋瑜伽室呢。着重在下半身臀嘅野位，你背囊臀嘅野位訓練，
所以呢，来臀啊的腰椎，好，来做一点暖身，那我们疏松哦。好了，弯片，好，慢慢的梳变下来，好，伫前面弯下去，一节一节，腰骨一节一节下去，莫急，慢慢的下去，秒动的挺来，起起莫吐，停起慢慢的放起来。慢慢的起来，好，再一摆来起起，飘起的时间慢慢的下去哦。记得咯，我们的脚可以放伸侧，没办法伸侧嘛唔怕，稍微弯弯的没有关系，放起来，好。来，紧干啊！开下来，第一个动作，跪下腰，好，梳身侧，臀的一只手并在你的脚踝，好，梳身侧来，好，挺好，好，来看一摆哦，好，来，慢慢的下去。跳脑，第二个看，嘿，要偏，要往前面推，腰椎要撑好，好，慢慢的放起来，好，梳身侧，更加弯片的哦，好，弯片，好，跳脑往后看，梳身侧，好，慢慢的起来。好，两只手看得辛苦冇？来挑战一下两只手，两只手，好，低后背，扶着，往后看，好，慢慢的放起来，先一只手，再两只手，好，再一摆哦，好，两只手，并在你的脚踝。师傅伫前面送，一只手放起来，两只手，很棒。好，来往前，好，臀拍一拍，快臀的，声音呢，小朋友腿泡泡噶。好，1 to 妈妈跑，1 to 妈妈跑。好的，还有一个动作，妙诶，好，猫式，记得梳妆，听来哈，大口来，好，我们的小猫咪伫前面行哦，好，往前走，往前，好，低后背，好，后背行，训练身体的协调哦，安尼阿公阿婆嘛可以听轮的做哦。好，前面，好，后背，好，往后，猫咪爬，好，再一摆，前面爬，后背爬，好，紧刚，安尼的喵诶。翘尾巴，看嘛你翘过高哦！翘尾巴，来，1、2、3，翘，停住，也停好10秒钟，10秒钟来，10、9、8、7、6、5、4、3、2、1，好，休息室，坐下来，梳身侧，梳身侧，哎，身侧咯。好，开下来，开上来，跪起来，人家弯片，弯脚哦，换脚哦，翘尾巴，好，准备翘尾巴，松，
挺好哦，控制好，脚趾头伸直，脚膝盖伸直，好，脚尖，脚尖哦，好，控制好，来1、2、3、4、5、6、7、8、9、10，好，小石头，手伸直。慢慢的放起来，好，慢慢起来。好，最迷的招式帆船式啊，帆船是要来挑战腹肌的力气哦。好，来帆船哦，一只脚两通哈，两只脚。哇，我们可以像骑脚踏车。好。冲起脚踏车哦，臀身你那样搞，好，可以训练你的脚，啊嘛训练你的腹部，好，更加开始哦，来上去，好，试试看哦，来挑战鼠标，1、2、3、4、5、6、7、8、9、10。耶，做到了 ，Give me 5。好啊，那更加开始从头的哦，跪下腰，还记得吗？跪下腰，跪下来。好，你先做完，换我做，好吗？好，来，新加坡。好，一只手下去，好，挺好，手拿好，低头不看。好，放起来。好，试看那些2只手来，2只手下去。好，师傅在前面数。好，放起来，很棒。阿问题旁边，好，问妈妈，帮我加油哦。帮我加油哦，拍拍手，好。1，用下去，2、4，好，慢慢的放起来。2个人同下好吗？好，来，2个人同下，我们2个人一起哦。好，心连心，手牵手，好，这只手好下去。好，换边，请练习。好，下去。好，数。好，2只手开始下去。好，放起来。好，泡泡干。好，来。下去，可以吞身体的泡泡噶。好，帮你吞妈妈泡。好，来过来，来好喵的行路哦，还记得喵的行路吗？好，来行路哦。第前面行，来往前走，好，往后走，再摆，第前面行，要背行，好，来帆船式，好，好多的帆船式，加油哦，好，我们直接上去挑战，好吗？好，来挑战一下哦。好，慢慢的放起来，来放起来。观众朋友，你好玩吗？好玩哈，能好好运动，下次咱来聊。